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今集嘅同鄉會，我係景希，係一位註冊嘅 IFA 同 NAHA 嘅香薰治療師。唔知大家覺得你嘅嗅覺點呢？平時多唔多聞唔到嘢呢？好多時咧，我哋都忽略咗嗅覺嘅重要性嘅。但係咧，如果有一日你突然之間失去嗅覺，你又會點呢？嗱，你可能就會話吓，冇咗嗅覺啫，又唔係睇唔到嘢，聽唔到嘢，有咩咁大件事啊？只不過咁，對於曾經或者正經歷緊嗅覺失靈嘅人嚟講咧，佢哋嘅生活質素咧就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噶啦。失去嗅覺咧，唔單止係聞唔到味咁簡單，聞唔到味咧，其實會導致食嘢嘅時候嘅體驗都有好大影響。幻想下你食嘢嘅時候，乜都冇味覺咁滯嘅話，你會點呢？嗱，其實咧，英國2019年咧就做咗一個對71名失去嗅覺嘅患者嘅研究，發現咧普遍咧佢哋嘅食慾有下降，跟住咧體重都減輕咗，亦都經歷咗各種負面情緒。嗱，好正常嘅，你諗下我哋好多時唔開心嘅時候會點啊？就係食下啲甜品啊，食下啲肥膩嘢啊，去滿足一下自己噶嘛。咁如果我哋冇咗嗅覺，亦都進而令到我哋嘅食物嘅體驗嘅時候都差咗嘅時候呢，我哋係會好容易經歷好多負面情緒嘅。實際層面上咧就更加嚴重嘅就係咧，失去嗅覺咧會令到我哋察覺唔到危險啊。嗱，例如火燭啦、氣體洩漏啦，或者食物嘅腐壞咧。呢啲等等咧都會直接威脅到我哋嘅人身安全。嗱，咁除咗影響生理同埋日常嘅行為咧，失去嗅覺咧都會對我哋嘅生活水平造成影響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曾經就做過嘅研究咧，對750名失去嗅覺同埋味覺嘅患者咧，佢哋會發現佢哋咧成日都會對日常或者以往喜愛嘅事物失去興趣啦，冇咗生活嘅活力啦等等。英國2023年一個研究咧，就發現呢啲嗅覺失去嘅患者咧，佢哋會成日經歷到孤單感同埋唔安全嘅感覺。仲有呢一樣嘢咧，就係佢哋發覺冇咗氣味咧，對於回憶親人啦同埋過往嘅時光咧，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。咁根據新冠疫情之前嘅統計咧，大約有4%至25%嘅人咧都有經歷過唔同程度嘅嗅覺障礙，由聞嘢冇咁靈敏嘅，到完全聞唔到嘢嘅都有。據估計咧，因為新冠而導致全球咧有1500萬人咧患有持續性嘅嗅覺障礙。嗱，咁引起嗅覺障礙嘅原因有好多嘅，最常見咧就係包括鼻竇感染啦、感冒啦或者流感引起嘅鼻塞咧，都會導致短暫嘅嗅覺減退。喺極少數嘅情況下咧，可能會演變成長期嘅情況。其他嘅原因咧就包括頭部創傷啦、先天性嘅疾病、手術後遺症或者接觸有毒物質等等。咁嗅覺障礙咧唔單止影響生活質素啦，仲可以影響係其他疾病嘅徵兆嚟嘅，例如帕金遜症啦、亞茲海默症啦、抑鬱症等等，都有機會出現嗅覺減退嘅症狀。現時咧已知就有大約68種神經同埋精神疾病咧，例如帕金遜症、亞茲海默症、抑鬱症等等咧，都有機會出現嗅覺減退嘅症狀。嗱，仲有例如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血管疾病、癌症同埋肥胖症咧，都可能出現嗅覺喪失。甚至咧，有好多人喺認知功能未變差之前咧，佢嘅嗅覺咧就已經開始慢慢變差。雖然而家咧有研究發現咧，嗅覺喪失與大量神經系統疾病有相關，但到呢一刻咧都未知道點解同埋佢嘅因果關係。但唔少研究提出咧，嗅覺訓練咧可以改善嗅覺喪失同埋各種症狀，咁都反映咗一種可能性咧，就係透過嗅覺訓練可以減低嚟患呢啲病嘅風險。咁去到呢度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有冇方法可以幫助恢復嗅覺呢？嗱，德國嘅 Thomas Human 博士咧，同佢嘅團隊咧喺2009年就提出咗一套系統性嘅嗅覺訓練嘅治療方式，係可以幫助嗅覺恢復嘅。呢個方法嘅原理咧，就係透過重複聞幾種特定嘅氣味，刺激嗅覺神經再生，從而恢復嗅覺嘅功能。喺呢個訓練嘅當中咧，患者咧會系統咁接觸以下4種氣味，包括玫瑰、尤加利、丁香同埋檸檬。每日早晚各1次，每次聞氣味20秒，持續至少24個禮拜。
28% 因為感染或創傷導致嗅覺缺失嘅患者咧都有顯著嘅改善。咁2022年咧，佢哋再做到一份嘅回顧，將由2009年至2022年共13年期間實施過呢個嗅覺訓練嘅臨床研究，去回顧一下佢啦，發現嗅覺訓練持續時間越長，成效就會越好，同時亦會增加效果嘅持續性。根據 Constantinos 嘅另一個研究，就發現維持大約16個星期咧，佢嘅好轉效果咧，大約可以維持到40個星期。嗱，除咗呢4種標準氣味之外咧，有啲研究咧都會試咗用唔同嘅其他氣味啦，例如薄荷啦、甜橙啦、肉桂等等。亦都有研究發現咧，定期更換訓練嘅氣味咧，都可以提升訓練嘅效果。咁但係無論你用咩氣味都好咧，重點都係你要長時間去訓練你嘅鼻哥。咁我哋喺屋企點樣做呢？如果大家想根據最原始 Thomas Hillman 嘅博士嘅模式咧，大家咧可以買玫瑰原精啦，任何一種嘅尤加利、丁香花苞或者丁香葉，同埋檸檬尤加利或者檸檬香茅，然後準備4個密封嘅罐，每個放一個棉花入去啦，然後滴2至3滴精油入去，或者你哋可以用一啲我哋成日講嘅嗅聞棒咁。咁點解可以透過嗅覺訓練咧，可以令到我哋加強嗅覺呢？就係簡單啲嚟講，透過持續訓練咧，會幫助我哋去增加我哋嗅覺系統中嗅球嘅體積。另外咧，喺磁力共振造影下咧，我哋發現嗅覺訓練嘅人嘅嗅覺咧，體感同埋整體嘅網絡功能咧，連結數量係有增加到。咁即係譬如果你會去研究下一啲調香師嘅腦袋咧，你會發覺佢哋嘅嗅覺同埋佢哋嘅腦個神經回路咧，係嘅連結數量咧，係比一般人更加多。最後想同大家講嘅咧，就係嗅覺訓練咧，唔單止可以改善嗅覺，仲有可以提升我哋嘅認知功能，例如記憶力同埋專注力。所以即使你嗅覺冇乜問題咧，都可以透過嗅覺訓練咧嚟保持腦部健康。嗅覺訓練咧就被發現可以增加老人家嘅語言力。雖然嗅覺訓練咧需要時間同埋耐心，但係呢個方法咧簡單、安全又有效，而且可以喺屋企進行。所以如果你受到嗅覺嘅障礙困擾咧，都不妨試下我哋頭先講嘅方法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又想深入了解更多天然精油同埋相關嘅知識咧，都歡迎 subscribe 我哋，同時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、IG 同埋 YouTube @The Aromatherapy Club 同鄉會。最重要咧就係記得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如果你哋有任何想聽嘅題目或者意見，都歡迎 inbox 我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